中华县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永派，伫即个月12过往，食到92岁。陈永派10外岁就出师，开始做庙宇彩绘，保留着背部拍土地一款传统工法。画图的这个风格是真多变，而且真有路。伫咧家族内面的袂少后代呢，是对着伊来学习这传统彩绘，伊也真用心地看教有兴趣的师爷，培养真济子弟，互传统建筑彩绘这门功夫世代相传。一盆一盆的花篮，拢是咧少年这个月12过往的传统建筑彩绘艺术陈永派。陈永派细汉缀爸爸陈万福学功夫，10外岁就出师，坚持用古早的桐油加色粉来彩绘，保留传统的皮麻补涂，拢是即阵愈来愈罕咧看的传统工法。皮麻补涂啦，即款的就是拢大部分拢用伫木材较济啦，木结构。因为较早的厝庙拢都是一些木结构比较多，木头有时候也会损坏啊。损坏你若讲像破空啦，壁开啦，你就是用这来做补涂，甲补皮。陈永派艺术有派师的称号，后生孙仔拢是传统彩绘师，是中部地区规模上大的彩绘家族。陈永派70多年的彩绘人生，替台湾的庙宇建筑留下珍贵的文化资产。过去嘛，捌互人邀请去大学教课，互传统彩绘会当代传。这个是台湾一直所保存下来的东西啦，所以我们就请他来教。那慢慢老师因为年纪也大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传承的部分就给了敦仁老师跟文俊老师一直进来。目前大概台湾家族企业还在做的只有这一个派别了。正式甲阮老爸学是我高中毕业，第一个案场啊，就是咱鹿港天后宫，南投咱连书院啦，我们和美道东书院啦，彰化园景馆啦。陈敦仁表示，伊前后缀爸爸陈永派完成100多间的庙宇彩绘，尤其岛头甲岛林的设计是永派的招牌特色。伊表示，爸爸常常讲，工课若要好，爱用心落去做。伊嘛一直甲即句话藏伫心肝内，会延续永派的精神，继续画落去，互传统建筑彩绘即门功夫世代相传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